大家好，台面上有各式唔同嘅壓縮吸入器。壓縮吸入器嘅設計係一個金屬容器，裝喺塑膠外殼裏邊。金屬容器裝有藥物，按壓金屬容器會釋出霧化嘅藥物。用之前先要檢查吸入器裏邊有冇足夠嘅藥量。部分壓縮吸入器附有一個劑量顯示計，以便檢查藥量。吸入器嘅到期日喺包裝盒或者金屬容器上睇得到嘅，記得睇清楚有冇過期啊！如果首次使用壓縮吸入器，又或者幾日冇用過，咁就要打開吸嘴蓋並搖勻，之後對空噴2次，預沖好吸入器先至正式使用。嚟緊我哋會講解使用壓縮吸入器嘅正確示範。先移走吸嘴封蓋，上下搖動幾下，將藥物搖勻，以垂直吸嘴向下嘅方式拎好吸入器，坐直，下巴稍微向上抬起，將肺部空氣慢慢完全呼出，雙唇用力緊含住吸嘴，開始慢慢吸氣，同時按下吸入器以釋出藥物。吸氣嘅時間要慢、深而長，吸到盡為止。移開呼吸器，忍住呼吸10秒，或者你可以閉氣最長嘅時間，然後慢慢呼氣。根據醫生嘅指示，如果有需要吸入第2口藥物，要耐心等1分鐘，再重複以上步驟。使用後用乾紙巾清潔吸嘴位置，然後閂好封蓋。如果你用嘅係吸入式類固醇，記住用後要即刻啷口啊！以上係使用壓縮吸入器嘅正確示範。嚟緊我哋會講解常見嘅錯誤同埋注意事項。壓縮吸入器嘅吸嘴方向要向下先啱㗎。手勢錯誤或者唔夠力按壓都會影響藥物釋出嘅劑量。如果單手唔夠力，可以雙手握住吸入器嘅底部。冇搖勻吸入器會令釋出嘅劑量減少，嚴重影響病情㗎。撳咗吸入器又冇同時慢慢用口吸入藥物，藥物會流走，影響進入肺部嘅藥量。吸藥嘅時間太急，少於2至3秒，會令藥物滯留喉嚨，減少藥物進入肺部嘅藥量。以下係使用壓縮吸入器嘅注意事項：上下搖勻，慢慢吸入。吸入第2口藥物前等待1分鐘，閉氣10秒後先正常呼吸。啱啱我哋介紹咗壓縮吸入器嘅正確使用方法，以及一啲常見嘅錯誤。如果你對使用壓縮吸入器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醫護人員查詢啦。